各位香港市民、各位朋友，我同李慧瓊議員喺議會共事多年，佢對我哋香港高等教育樞紐，特別係呢個中醫醫藥發展呢，係向政府建言獻策。我非常希望大家支持佢，能夠讓慧瓊議員喺12月7號高票當選連任。李慧瓊議員喺議會服務咗好多年，對於高教界，尤其是最近政府推動嘅將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咧，做咗好多嘅功夫。我希望大家12月7號出嚟支持李慧瓊議員再選入議會幫助香港發展。多謝黃英豪博士同埋係魏教授，多謝你，我會繼續努力。香港咧係需要有更多人才，我哋需要培養香港嘅本地學生，亦都要吸引國際高端人才，亦都要發展成為國際教育樞紐。懇請你12月7號出嚟投票支持李慧瓊，多謝。